台中太平教育发展协会举办第4届教育杯英语的竞赛，特别结合着反毒、反霸凌、反暴力，甲新冠疫情相关的议题，互学讲英语更够趣味。 学生伫舞台顶活泼的演出，这是太平教育发展协会伫中义高中所办的教育杯英语竞赛。今年活动结合反毒、反霸凌、反暴力、反驾车，并且增加新冠疫情等等的新闻议题。从英语学习的乐趣里面，把它带到生活当中。除了和学生透过比赛来提升英文的能力，加表现自我的价值以外，另外一方面，嘛和学生远离毒品和暴力，推动友善校园的环境。英语能力能够更加的精进，表现得更加的自然，那把它当做自己本身的一个第二的母语，那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对同学帮助非常的大。 用英语比赛，好学生莫受到知识的限制。若好学生会较想要学英语，嘛透过演出的内容建立正确的观念甲知识。